你知唔知咧？當時咧霍亂疫症死亡咧，係好多人因為飲咗唔乾淨嘅水咧而死亡。當時嘅人咧認為疾病咧係由污濁嘅空氣咧去形成嘅，而唔係水嘅呢個觀念。咁但係後嚟咧就有一個英國醫生咧，佢就話：你哋要咁想試過，你快啲煲翻熱啲水嚟飲啊！因為佢發現咧，所有霍亂嘅病人咧都喺同一個水井、同一個水泵度取水嘅。佢呢個舉動咧係拯救咗好多嘅性命，咁令到呢一種煮水文化咧係迅速喺歐洲咧就普及啦。因為以前歐洲嘅人根本就唔會煮水嚟飲嘅。到咗20世紀咧，隨住全球嗰個公共衛生普及啦，煮水啦或者使用淨水嘅設備咧成為咗全球嘅標準。無論你係發達嘅國家定係發展中嘅國家，其實你都會見到唔同形式嘅飲水機、淨水器會出現喺周邊。譬如係美國啦，你會見到每個家庭都會有淨水器啦；日本啊、台灣啊呢啲地方，基本上公眾嘅地方都會有部飲水機。而喺非洲啦，好多非牟利嘅政府組織咧，已經去推動點樣可以用太陽能咧去煮水。就係咁咧，煮水文化咧就風靡咗全球啦。基本上而家已經變成係全世界嘅人嘅標準。而今日乾淨嘅淨水已經唔係一個飲用嘅問題啦，係關乎成個生活質素。咁全屋淨水會唔會成為全球嘅一個新標準呢？關注正能量，淨水好拍檔。